内底开门啦，紧开门啦！喂，恁袂先，我就已经先啦，开门啦，有听到无？我赶时间啦，喂！无你想哈，食饱收银走来遮甲人迄个要创啥啦哈？真代志，歹势，有话好好讲啊，无需要安尼。我是想，无恁才是想啦。这间厝哦，阮兜的啦，阮母是厝主，我是这间厝的现任继承人啊，安怎？恁妈妈委托予新河做包租代管已经有5档啊。伫厝内有厝卡的情形下，就算是厝主本人，嘛袂用个凊彩赶厝卡走。啊，你即马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讲的厝主就已经过往啊。我是后生，我敢无资格当处理？当然有资格，不过是伫包租代管客户到期以后。哦，你是安怎看我办事就对啊？哈！我甲你讲哦，恁爸即马足有用的啦，我是当三不五时哦，就来遮关心这厝开啊。若无想要我定来遮关心咯，卖用的啦。赶去办解约，愈紧愈好。我是着高兴啦。啊，你尊重咧，无对你出来遐。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契约即马伫咧新河手头，你若是要解约，嘛袂用影响到遐个厝开权益。因有权带甲租赁契约到期为止，无你就要甲因赔偿。好啊，赔就赔啊，惊恁哦。反正原本就是要甲迄间破厝卖掉啊啦。我想要甲恁讲啊，囡仔代志处理你啊，叫因讲因莫走。你这卤肉吼有够好食呢。有啥物秘诀嘛，甲我教一个。但是我买你的配方。袂啦，头家，我总是感觉有欠一味啦。欠一味？欠一味？真好食啊！喂。你好，我是新河的所长田显。哦，你好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解约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啊。你当旁的时来签名就好。不过电妈妈的厝点到的时，请你本人一定来到。我是讲我这真无用咧，出歹请假的，恐惊我行袂开骹啦。讲一定爱我本人教哈。是，点到的时间我再甲你通知。喂，喂。啊，迄个柜啊，原本也是放遮的啊，啊，佮有迄拄啊啦，啊，那所有位置拢变做无共款啊，哈。迄个柜仔是陈妈妈叫阮去弄着卡，才开去迄边的。拄仔嘛毋是阮凊彩选的，是陈妈妈感觉安尼的卡路较顺，这嘛是学姐甲阮讲的啊。因静静吼，拢去互你惊着啦，你嘛较笑面呢，嘿。对啦，啊，迄电话是。静静的电话歹去啊，听显哥就帮阮斗接线，换到遮来。嘿啦，厝若是旧啊，一寡物件就爱换掉，总是甲进前无啥共款。静静电妈妈惊阮食袂饱，定定煮卤肉请阮。阮后来啊嘛有解哦。想讲要离开啊，当做最后的毕业典礼，伫遮留落来最后的回忆。思念陈妈妈。啊，对啦，我有赶时间，咱敢袂当哪点到啊？好，咱这边请。
即马要甲陈妈妈的厝还互你，内面的物件，请你确认一下。妈妈，陪我去骑脚踏车好无？好啊，咱做伙来去公园。耶！妈，我拍过转来，就枵诶。出去洗洗，我有煮你上爱食的卤肉哦。妈，我搁摕到奖状啊！哦，我遐厉害哦！妈，等我毕业，换我趁钱甲你饲。等阵是，你莫激动。是酒。我想起来，阮母啊用的是小英酒。叫你讲甲袂出咧破现案。